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朝我哋坐滴滴嚟到呢一度，係準備去參加一個唐朝盛宴啊。之前做過 research，話呢一個上海宮宴係最紅最值得去，但係又超級難約喎。可能我哋又接近聖誕節啦，嘗試咗2-3次都失敗，不過最後都俾我哋預約到啊，梗係超開心啦。喺片尾我會同大家分享點樣去預約呢一個宮宴，所以記得睇到最後啊。我哋行到嚟宮宴嘅門口，已經見到一棟好古色古香嘅建築物啦。見到服務員穿住古裝出嚟招呼我哋，個感覺真係覺得自己好似穿越咗返去古代嘅時候。呢一條樓梯就好似經過時光隧道，慢慢咁進入古代。行到入嚟就首先去 reception 話俾佢哋聽我哋嘅 booking， 之後就有服務員帶我哋進入會場啦。呢度所有人都係古裝打扮，個個都好靚仔靚女㗎。行入呢個用膳同埋表演嘅地方，真係會令人哇哇聲㗎！一排排整齊嘅座位，而每一個位都已經有精緻嘅擺盤。由於我哋唔使打扮着古裝，所以就唔需要咁早過嚟啦。不過已經見到有好多人坐咗喺度，有啲客人仲好開心咁喺度周圍打卡影相，大家都好期待呢一個宮廷宴會啊！而服中間呢一邊有好多好靚嘅衫俾女士們選擇，又可以做貴妃，又可以做皇后啊！大家都好有秩序咁喺度排隊裝扮，不過就又忙又趕啊！人人都好想快啲裝扮好出去影相。突然間呢度個個都變晒古典美人，而喺呢一邊仲有啲古扇道具可以俾客人隨便使用噶。由於當時我哋入去小程式買飛嘅時候，前面2排座位已經賣晒啦，所以我哋只可以買到第3行。咁當然第1、2排 VIP 座位係比較貴啦，因為表演者會同佢哋有啲互動，好好玩噶。呢一度係一個 T 字形嘅舞台，可以容納到好多位表演者噶。我哋返埋位坐低，台上面已經放好晒冷盤同埋點心啦。然後碟上面放咗一卷寫住宴享食禮嘅菜單。宴享食禮係中國古代宮廷貴族對飲食同禮樂領域嘅最高體現。打開個菜單，好似食日本omakase個菜單咁長，一陣間真係要好好咁品嘗下。呢2位宮女姐姐埋嚟遞上濕毛巾俾我哋，令我哋可以體驗到木手焚香呢一種傳統禮儀。跟住又有另外一位宮女姐姐遞上一盤酒杯仔，嘻嘻，細細隻，我仲以為有 sake 飲添，原來係用嚟飲大紅袍茶嘅。呢一度每一樣細節都咁講究，好有儀式感㗎。台上面放住一壺大紅袍茶，然後有3款冷盤前菜，仲有一杯桂花青梅酒。呢一碟係蒼盤絲瓜尖兒，味道有少少辣，跟住就係烏梅脆皮南瓜，最後係酸辣裙帶菜。唔知呢個瓦盅入邊係乜嘢嚟嘅呢？等我哋打開嚟睇下。哇！呢一個蓋都幾重喎。哦，原來係甜點。呢一件楊梅糕酸酸地好開胃，而呢一件黑芝麻糕好似慕斯咁軟糯香甜，好好食啊！夫禮之初，始終飲食，恭上贊祭，宴享10禮。依家係開始表演祭禮，所有表演者都好專業㗎，佢哋陸續進場，好有氣派啊！真係好似啲大臣同宮女慢慢行入宮咁，我哋完全沉浸式喺呢一個表演裏面。今日我哋睇嘅劇目係《唐伯虎點秋香》，呢一個家傳戶曉嘅經典戲曲，睇起上嚟當然有共鳴啦。昔時黃豆，一日母病，劉安將豆磨粉，加水成湯，孝奉母時。母曰無味，劉安以裸水替鹽煮之。不想豆漿結塊，
母尝之甚奇。刘安潜心研究，终制成豆腐。此后，中华食材有了豆腐。啱啱佢哋係用投影機打射落嚟做出嘅動畫，講述咗菜式背後嘅歷史故事。睇完之後，咁就知道豆腐嘅由來啦。依家就開始上菜，場面好盛大啊！真係好似睇戲咁，有好多位宮女姐姐逐一同我哋上菜。呢個煮到奶白色嘅金華火腿豆腐湯，味道鮮香濃郁。呢啲豆腐有少少蜂巢窿，吸收晒上湯嘅精華，飲落口感覺帶濃郁嘅豆乳味道。啲金華火腿一啲都唔鹹啊，而且好甘香。飲完之後，成個人都暖粒粒啊！飲完湯之後，依家就開始第二個環節食禮。咁等我哋欣賞下舞蹈表演先啦。呢隻舞叫做雙和歌。唉，我好失策啊！一路睇一路覺得唔對路，原來我將隻碟移開咗，於是呢一個動畫就變成咁啦，都冇辦法啦。不過呢隻豬仔又幾得意喎，見佢喺度跑啊跑，好有動感啊！輪到第二個菜式上台啦，呢個蔥燒海參東坡肘子，呢一條海參炆到好腍，吸收晒啲蔥香醬汁，口感又軟軟彈彈。而呢一嚿東坡豬生肉呢，又好好味啊，入口溶化，啲醬汁調味都啱啱好，又唔會太鹹，好好送飯。我真係嫌呢啲白飯唔夠啊！食完第二道菜又有表演睇啦，呢一個環節啲歌好好聽噶，音樂一起我哋就覺得哇正啊，係我哋識嘅曲目啦。花椒自古以来便是皇家御用食材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使用历史。早在1600多年前，北魏贾思勰在其《灵药术》第8卷中记载：西汉武帝逐夷至干海滨，闻有香气，取而食之，以为滋味。描述了汉武帝打仗途中使用花椒一事。花椒与燕国鱼翅齐名，在民间有10斤鱼1两椒的说法，因其珍贵，富含胶质而备受推崇，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。宫廷不烧花椒，宫宴禁止。呢種宮廷燴花膠，自古花膠係滋補養顏，呢一種用濃湯慢煮嘅花膠真係不得了啊！裏面材料有好多，每一片花膠又大塊，煮到好腍好入味，食落口個膠質黏住個嘴，突然間覺得骨膠原提升咗好多啊！万不可懈怠呀！好，父亲，待儿金榜题名，红桃加身，必
好生侍奉您。睇完唐伯虎同秋香表演之後，又開始講解第3道菜式啦。原來呢一道菜式係講牛肉，佢哋畫到啲動畫栩栩如生，用咁嘅方法嚟介紹菜式真係有創意啦。呢一碟脆皮黑椒雪花牛肉個味道好有層次，首先燒到牛肉6-7成熟，外脆內嫩，又帶有少少嘅油脂香，配上黑胡椒少少辣味，加埋新鮮菠蘿可以解油膩，真係配合到天衣無縫啊！以下呢個環節就係表演者同埋觀眾有啲互動，好好笑㗎，同大家分享下。我來自1000年以後的中國，今日盛裝打扮參加宮宴，特向先生討杯酒喝。好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來，把酒滿上。喲，貴妃娘娘，娘娘，您今日這身打扮可真是豔壓群芳呀！來，咱們乾了。茶葉係中國文化之一，依家佢哋就喺度表演緊茶禮啊！跟住落嚟又係好開心嘅環節啊！佢哋全部人都會走埋嚟同我哋拍掌，仲會一人派我哋一支冰糖葫蘆啊！冰糖葫蘆正是冰糖葫蘆进现今，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。古井甘来，老少皆宜。好一个苦尽甘来，老少皆宜。那我们也要尝一个。唔經唔覺又講解到最後一個菜式蝦啦！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食蝦，包括我自己啊！就係因為蝦嘅鮮味，成為咗中國沿海同埋沿河文明嘅共同美食。喺粵菜裏面，蝦可以做出唔同嘅菜式，從清蒸、白灼到做成蝦餃、蝦醬，成為飲食文化中唔可以缺少嘅一部分啊！呢一碟宮廷燒蝦球，佢哋爆香咗蒜粒同埋辣椒粒之後，就將啲蝦球撈埋一齊爆炒啦。呢啲蝦球大大隻，爽口彈牙，好好味啊！臣是用這長條索餅祝福陛下延年長壽，長過烹祖啊！好，長面者長壽。這長形索餅，傳即日起，湯餅、索餅皆稱之為面，願世人皆長壽延年。吾皇萬歲萬歲萬歲！最後宮女姐姐遞上皇上賜俾我哋嘅長壽麵，不過食到呢度真係好飽好飽啦！呢一個宮宴其實除咗有表演睇之外，佢哋做出嚟嘅菜式每一樣都係美食，真係可以話係打造出一場感官盛宴啊！甜品就係龍井奶凍，呢個奶凍滑捋捋，充滿住龍井茶嘅味道，又係好好食啊！我有旨酒，以宴樂嘉賓之心。相逢有時，宮宴期待與您再次相聚。兩
2個幾鐘頭嘅公演就喺掌聲之下圓滿畫上句號啦！全部演出者都行出嚟鞠躬謝幕，佢哋份專業精神真係令到我哋好感動啊！唔單止演出者出嚟謝幕，我哋仲要俾啲掌聲喺幕後嘅所有工作人員，包括主廚、副廚，能夠有咁多珍饈百味可以品嘗，佢哋嘅功勞真係功不可沒㗎。公宴这场局，诸位后会有期。一吹颜如玉，二吹福气多，三吹吃不胖，四吹有钱花，五吹财源广，六吹福安康。祝福丽人生辰喜乐，平安顺遂，万子千红皆如意，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頭先臨走嘅時候，見到有人喺度慶祝生日啊，真係好熱鬧，又有派頭又有意頭，等我下次都可以考慮下。依家我哋就行返出去，喺戶外呢一度都有地方俾大家着住古裝影下相㗎。我記得我應承過大家，話喺片尾會分享點樣去預訂呢個公演。我哋用微信入到去公演呢個小程式裏面，首先就要揀上海公演，然後佢會有啲溫馨提示，普通座位訂金係需要俾100蚊，而 VIP 或者係假日預訂呢，就要支付全餐費。佢哋係會提前30天俾客人預訂㗎。然後轉到下一頁，依家做緊冬日宴，係有午膳同埋晚膳可以選擇，價錢亦都寫得好清楚喺呢一度。跟住我哋就可以撳入去揀日子啦。通常我都建議大家30天前預訂，因為佢哋日日都爆滿，好難訂㗎。咁依家我哋睇下下個月啱啱開放嗰日，已經見到第一、第二排差唔多訂滿晒啦，所以就唯有揀第3排啦。佢哋每朝10點鐘就會開放預訂，同埋要留意有啲柱位要避開，如果唔係就會阻擋咗視線㗎啦。選擇完座位之後，就去下一版輸入聯絡人同埋手機號碼啦，仲可以寫低有乜嘢特別嘅要求，掃落去都有好多資料，例如裝造服務、攝影預約，記得寫埋幾多點喎，預約須知、溫馨提示等等。之後我哋用微信支付就可以完成呢個訂位㗎啦。嚟到上海，我覺得公演真係好值得嚟睇下㗎，可以感受下咁熱鬧嘅氣氛，沉浸式喺呢一個宮廷裡面嘅感覺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呢條片啦，記得幫我分享出去，仲要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啊！多謝大家，拜拜。